男人气男团 Seventeen 最近登上罗 PD 频道出差15夜，庆祝出道11周年。没想到节目才刚上架，就因为字幕争议引发台湾粉丝不满。 아니 최근에 대만에서 무슨 뉴스에 나왔다는 그거 봤어? 罗 PD 跟明奎在叙述这段经历时，都是用台湾来称呼，画面上也出现台湾的新闻画面截图。没想到有眼尖的克拉发现，字幕却把台湾翻译成海外，简体中文则被写成了国外，只有英文和日文翻译是台湾，引来大批粉丝不满，纷纷留言抗议，要求制作单位更正，更直呼台湾不是可以被消失的名字。目前节目官方已经紧急修改字幕，今天也正式发出道歉声明。出差15夜表示，对于这次字幕翻译过程中，因为台湾相关标示而让观众朋友感到不适与受伤，我们在此致上最诚挚的歉意。在意识到字幕错误后，已立即修正，因为审核不足而让大家失望，同时会进一步强化翻译与字幕审核流程，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